唔知點解咧？你唔 A 歌我都要唱㗎啦，因為我前面仲有一隻未唱啊嘛。光 B， 唔知點解啊？以前啲人咧叫尹光，後來有啲叫光型，而家叫光 B，B 就叫細，都幾過癮叫光 B。不如一齊叫個數1、2、3下，1、2、3。